台南市消防局第693救护大队原本是甲何伟分队共办公厅舍，消防局对民国110年度向国有财产署申请原厅舍后面的用地，以无偿拨用兴建地上3楼的建筑物，作为第693救护大队的办公厅舍。伫去年底完工，经过验收，2月5号上午正式剪彩启用。在这边坦白讲，是一个很繁华的商业地带。那我们把这个土地拨出来，把这个新建的经费筹措以后，那能够让第6大队有一个所有的这个同仁有一个好的一个办公的处所，那也有一个好的这个救灾出动的处所，这是非常好的。尤其这个地方是蛋黄区的蛋黄区，所以说它出动的话，在第一时间就能够到达很多地方，算是一个中心点。所以我们也一方面也选择好的地点，一方面也宽筹经费。那我们希望说这样子，让我们消防弟兄能够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在训练上更精良，在这个装备上更好，在地点办公厅舍上的选择上也更好。我希望说这样子能够让市民朋友们能够得到最好的保障。现场包括市长黄伟哲、消防局长李明峰，以及侪位的民意代表、贵宾，甲各区的区长拢到场出席。现场嘛有新光国小的城市战鼓队的精彩演出，场面热烈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